接个电话。喂。喂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在你们家门口。你出来一下吧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一直在这等你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是依然吧？他找你有事儿？说只想跟我说说话，在咱们家大门口呢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他说清楚，去跟他谈谈吧。好，我出去一下。你想说什么说吧。依恋想让你周六陪他一起去上亲子互动课。我没时间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依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不要再以此为理由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既然没有关系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录这个？我不想半途而废，哪怕讲个故事，我也要把它讲完。这跟依恋没任何关系，换成其他小朋友，我谭少宇一样认。少宇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又变得这么冷漠了？我们之前误会了8年，那都是因为你妈妈。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，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，你怎么又这么对我了？我们之前都那么好了，有什么事你不能跟我说呢？你为什么要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没有为什么，没有误会，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总把简单的事情想得这么复杂呢？我就是想跟过去说再见，想跟你说再见，你明白吗？就这么简单。我讨厌纠缠的女人，你别再来纠缠我了，行吗？是，你是为我做了很多事，那又怎么样？对于我谭少宇来说，这无所谓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作为补偿，数额你来定，行吗？谭少宇，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，我说的不是人话吗？你听不懂啊？那我懂了，谢谢你，我以后都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别再让我见到你。跟这儿干嘛呢？有些事家里说不方便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哦，又是依然的事儿吧？劝了没用，早早回房间睡了，情绪还是很低落。这依然这性格吧，
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谁劝都没用，主意大着呢。你说这谭少宇吧，也是，这刚刚跟这依然稳定下来啊，这依恋的身份也明确了，你说这水到渠成了吧？在这坎节上，你说，哎呦，怎么来这么一出啊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呀？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。只是依然被他折磨了8年，这还不够，什么意思呀？全世界都应该爱他，无条件接受他才对。切，不是你怎么突然间又这么极端呀？不是前段时间还夸人谭少宇来的吗？这世界上啊，除了非黑即白之外，也有中间段。我不是极端，我是太善良，我就是被他蒙蔽了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老向着他说话？什么意思呀？是？我怎么躺着也能中枪啊？我这就事论事呢，也能说到我头上？男人都一样，怪不得从来不站在我和依然的角度说呢。一丘之貉。哎，我说你这是生什么气呀？这？这都1天没出来了啊，饭一点没吃，也没事儿啊。依然，那个出来吃点东西吧。天乐特地给你做了个松鼠桂鱼，他煮了2小时，特别好吃，特别香，过来尝尝。对，这松鼠桂鱼那味儿一闻呀，特别开胃。那个还有，你不是喜欢吃那个梅菜干炒腊肉吗？我也给你做了。你还想吃那湖南辣椒？我专门找那湖南的老奶奶店里啊，跟人要的，人都不给我，要了半天人才给我的，特好吃。你出来尝尝呗。这个特别香啊，这色香味俱全。那个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刚偷偷尝了1筷子，味道真的特别好，你不出来吃光啊？哎，你们还真吃啊？做演员是不是也得演个真实的呀？啊，广告体验还体验的，我不吃我怎么知道这个味道到底怎么形容它的好呢？哎，你出来了，要不你尝尝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哎，不是那个，你们都别跟着我了。我这穿成这样，这么热下去跑步啊，这不得中暑啊？不是他这心里头吧，可能特难受，这憋着感情呢也出不来。你想啊，平时咱俩都在家陪着他，那感情闷着，你等他释放出来啊。怎么办啊？要不这样得了，给他20分钟时间，20分钟以后啊，咱再下楼。那这菜怎么办啊？你不知道吃什么怎么办？依然，要不咱回去吧？这大热天的，你在外面这也不行啊。要不回去我们陪你聊会儿天儿。对呀，你这1天没吃饭了，你这么跑身体会出问题的啊！回去吧。我没事儿，你们回
回去吧。我们知道你这心里头肯定特别难受，跟谭少宇这儿，要不这样，我们陪你找他去，咱当面跟他问清楚，好不好？我找过他了，那他怎么说的？他让我不要再去找他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么多年感情还有依恋呢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错了，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。我当初也不应该生依恋，给他造成负担了。别这么说呀。哎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不会想不开的。